今日正课表的经文来到出埃及记吼，伊其实伊予我的经文是全部吼10条诫我觉得咱常常咧讲10条诫，很多其他的诫命哦。今日咱来选第4条诫吼，第4条诫，因为第4条诫有值得咱来研究的所在吼。好，旧约内面有2个所在。讲到10条诫吼，第一个所在是咱今日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吼。第2个所在是伫申命记吼，申命记第5章吼。其实两处的经文哇，2处的经文吼，用词拢差不多啦吼，可能有一寡字无啥共款咯，意思拢差不多。毋过干那第4条诫吼，第4条诫有一丝仔无共款，就是伊解说部分无共款吼。咱来看什么？我咧讲啥吼？来，出埃及记甲申命记吼。若出埃及记第4条诫，伊头前拢共款，后面是写讲，它下面是写，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米。到第7日就休，好，这个是出埃及记咧讲是安怎，恁来守安息日，吼用伊加做圣，若申命记咧，申命记是安怎讲？申命记是讲恁爱纪念，恁着知，爱记得恁前伫埃及地做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伸出来。手骨带你对遐出来，无共款对无？他强调的东西不一样吼。伫出埃及记是咧讲到耶和华上帝创造世界吼，伊讲第7日就休。若伫申命记，伊是咧解说，是咧讲恁爱会记得恁进前伫埃及地是做奴仆吼，所以你来守安息日吼，爱守安息日。好。咱来看这个安息日吼，安息日哇，开始知较济。好，安息日哈 ，Shabbat 哈，翻成安息日是一个很可惜的翻译。我们先来学一下这个字怎么念哈。希伯来文从右边念过来哈。第一个字母看起来像那个3条那个哈。上面有一点有没有？那一点的时候，这个字要念 sh， 那是下点 n， 英文就是 sh。那一点如果哇，那一点如果写在前面这里，写在这里，就变成 s 的 s 好，那写在那边是 sh。那有没有看到这个下面有一横？这是母音，大的是子音哈，这是母音，这个是啊，所以是 sha， 好 sha， 好哇，我又按错了，好，第二个这个是 A B C 的 B， 把这里其实不是不是一横，是一个 T T 字形的 T， 也是一辆 R 也是母音，所以这是把，Shabbat， 第3个是 T。telephone 那个 T 所以怎么念 ？Shabbat， 大概的音是这个样子了哈。你哪听那个犹太人念，可能不是念的这样。Shabbat， 我们有时候那个其实它没有重音的概念就大家就随便念Shabbat， 这个安息日 Shabbat 如果要把它翻成安息，是很可惜的翻译为什么？因为安息这个 Shabbat 的意思是什么？哎呦，Shabbat 的意思是什么？停止、完结、歇息、止息，所以没有错，有休困的意思。不过伊嘛有停的意思还有停止的意思翻译成安息日焦点总变这3回，休困。事实上，《申命记》
有这个意思，对不？新明记来，咱看卖啊。哦，新明记。爱纪念你离埃及地这里哈，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哈。呵，可是，这个今天的这个，好了，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停了哈，停下来的停哈，因为出埃及记是开始这个意思，伊讲上帝创造第7日安那，就 heal， 所以上帝要休息，对不对？你要解释成，你要解释变上帝，这冲着6天第7天休困，就变成奇怪的事情哈，就把它翻停，理解成停比较好哈。这是出埃及记的意思哈，就是第7天就怎么样，停哈，就停呵。来回来休息哈，咱也休困跟忝有关系对不？休息跟累有关系，可是停嘞，那叫你停了来，跟你有忝无是无关系，对不？好，要知道这是不一样的点哈。所以安息日的重点哈，安息这个重点是停，不是休困哈。你讲刚好什么无共款哈？是安怎停跟休困，迄差别较济吼。其实休息也是一种停啦哈，可是停不见得是休息哈。是安怎这个停这个概念啊，遐尼重要啊，放伫10条界里面吼，会那么重要哈？有没有看金庸小说？啊，这种年轻一代的就很少看哦。年轻一代不是看金庸小说就变成干嘛？追日剧、追韩剧，对不对？是不是？好，啊，你即马啦，哇，像我演过去做金庸小说，迄个《倚天屠龙记》啊，整集几本？10几本，对不对？哈，啊是讲你的日剧、韩剧，嘛10几、20集对不？好，你全部用笔板喝水啊？请问哦，你会一天看1本，还是说一天看1集吗？会不会啦？你跟你讲好说，我一天只看1集，然后看完就停，然后虽然有很多集在手上，明天还是等明天看，干嘛呢？有空再看哦，哇，很少哦。通常是安那，无眠无日嘛要安那，看好了吼，好，这一般是咱的做法啦吼。所以注意吼，各位看这人伫家己介意的代志顶面袂停啊，知无？好，人咧做家己欢喜的时阵，代志的时阵哦，人袂停哦。这刚刚是举那个休闲的吼，看金庸哦，人上爱啥物货？各位看这，咱人伫社会伫世上上爱做啥物代志？啊，啥？趁钱嘛，对无吼？趁钱会停袂？会嫌赚伤济袂？会不会说哦，今天赚够了，啊，回去休息？迄若会通赚嘛呐？继续甲赚好死对无吼？咱伫家己所欢喜做的代志顶面，人袂主动停落来。讲下这，咱想看觅哈，咱若无停，如果没有停，好出现。出来，迄若无停吼，你的心思意念都拢伫一直的伫你所做的代志顶面，对无？是不是？啊，你阁无一天无一个时阵停的时阵，就是你每一时刻、每一天，你拢咧思考，拢咧想你所做的代志。若是即款的情形，各位兄弟，迄件代志，就成做你的偶像啊，是不是？是不是啦？所以要清楚哦，十诫一直到第4条界，有完在讲偶像的代志哈。第1条界讲，上帝讲我除了我以外，你袂当有别个上帝。第2，袂当为恁家己雕刻偶像。第3，毋通滥杀千户、千户、
上帝的名吼。到第4条界，你遵守安息日，其实有原咧讲五常的代志，吼，就是讲你若无停落来，你会一直去，你所做、你所欢喜做的代志，会一直伫霸占你的心怀意念，吼，这个时阵。你所做的代志，就成做你的五常，你家己就成做你的神吼，你家己会成做你的上帝吼。好，所以这个 Shabbat 哈 ，Shabbat 唔是要叫你休困吼，唔是要叫你休困，是要叫你啥货？是要叫你停啦吼。是，这个我丢错了吼，这个档是旧的，我丢错了，是要叫你停吼，要叫你停下来吼。各位像这。你去想看觅啊吼，其实咱即马诶时代，咱周休2日对无？是吧？吼，啊古早咧，咱进前休1日嘛，吼，1天半，1天半吼。汉人吼，伫古早做田的时阵，敢有安尼？敢有做6工啊休1工？正常，今天到周末了，星期天不种。敢有安尼？古早的时代一冬是安怎过？咱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当时休困，哈？敢若过年啥？咱古早的过年是休几工啊？咱即摆休到除夕到什么？初5开工嘛，对无？古早咧，古早敢是安尼？我特别去查一下资料，因伫中国的时阵，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每个朝代都不一样哦。上久是1个月，一般是初1到15，初1到15元宵以后，就是讲，并无迄种做6停1工的迄款的。规定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各位兄弟，以7为1周的周历是从哪里来？有3种历一个叫阳历，一个叫阴历，这个叫周历一周的周历。阳历是对来，太阳对不？阴历咧，月亮。周历咧，7是怎么跑出来的？7就是我刚刚。好多创世纪、出埃及记、创世纪，上帝6天第7天7成为一个循环，是从犹太人来的。不过犹太人是守什么？安息日是当时拜5的太阳下山到拜6的太阳下山，这是犹太人。咱即卖。是星期天嘛，对不？主日其实还是为基督教来的哈，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后，他下一个皇帝把那个基督教定成国教了后，尊重主日，主日就停下来。所以其实咱要讲基督徒修安息日，然后把它认为是守主日，这是不对的无同款的概念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修安息日跟守主日是不一样的概念其实蛮可惜的是，就是基督教为犹太教出来了后，迄个安息的观念去无去，那个安息的观念 Shabbat 的观念无去，跟你来讲那是什么概念那个 Shabbat 是什么概念就是讲，上帝要叫你停落来，唔通搁做你一直在做的代志。因为你若一直咧做下去，你所做的代志会成做你的偶像，你家己会成做你的上帝不过我才讲的，除了偶像咧避免偶像以外这个停其实停还有很多的积极的用处很多积极的用处，譬如讲这个，学钢琴的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不是延长记号啦？不是什么埃及的一个眼睛这是延长记号，对不对？好，来，这个就是延长记号，它可以放在休止符，也可以放在音符，也把它的长度变成什么？
如果没有指挥就变2倍，啊，如果要有指挥就看指挥多高兴，好，就是很自由的哈。啊，其实这个延长记号也可以放在那个小节线，是最后面，那放在那个小节的线上面的意思，跟你讲，应该到遐来停一下，较继续搁进行哈。好，这个是咱俩这里是延长记号，可是哈，这个东西是意大利文，它不是延长记号哈。fermata， 或是说你念成意大利是 fermata， 哦，青菜，好，这个字在意大利文不是延长的意思，是什么？是停止呢？为什么是停止？是安怎伊迄个咱俩这里是延长记号，甲伊的音唱较长，是安怎伊的名其实是停止记号？为什么？不是休止符哦，意思停止记号，什么意思？这里很多学音乐的，为什么停止？什么停止了？他明明是把迄个音延长对不？是安怎讲是停止？哪里停止啦？事情，什么停了？明明就知道，什么停了？它那个记号是延长记号，把音延长了什么停了？对，什么停了？旋律停了嘛，对不？是不是？你到遐，因为这个音有长，所以伊的乐句、伊的旋律中安那停伫遐嘛，好停伫遐是什么效果？各位看这，停了是什么效果？会个唱落尾啦，会不会再唱下去？会嘛，哈。所以那个音延长了，好，迄个旋律停起来，好个是什么会？你想一下你一般唱歌的时候有唱到延长记号的，会是被造成什么效果？他纯粹不是想把音拉长而已，他是要制造停的概念。因为如果一个作曲家要让这个音较长他可不可以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把这个音加2拍、加4拍，会使袂？他要加10拍都没问题嘛。好，不过伊干那这个音只有2拍，不过到遐他伊要用迄个延长记号，让伊这个音总溜出去，让伊的整个旋律短暂的停顿，什么效果啦？有好几种可能性嘛。再准备下一个什么？准备下一个高潮嘛，对吧？是讲，伫迄个音乐咧延长的时阵，互你有一个余音绕梁的感觉。咱个人教会兄弟拢无咧唱歌是吧？你伫 KTV 嘛会唱延长记号，你知无？它让整个你欣赏你的音乐会有一个短暂的空间时间，怀想一下，这是这个停止记号介重要的功效停止记号介重要，其实不止啦，不止唱歌不止唱歌是安尼，你画图的人也是苏展人伊咧画迄个设计图也是写文章、写程式有当时人会一气呵成，做爽了对无？不过你看迄画图的人，是不是画到一个时阵会安那？停落来，退后2、3步，看一下，对无？即马看你讲，哇，我较遐搞安尼，对无？我较画较水，这个就是停的效果。停的效果，停顿是创造的完美的关键，较水的一个关键。
你一直跟他说，你一直你没有停，人无法度欣赏。你无停落来，你无法度通欣赏。你不止无法度欣赏，你嘛无法度安那？无法度思考，无法度反省。然后如一开始所说的，你若无停，你家己会成做什么货？你家己会成做上帝，你自己会成为上帝。所以来安息日，阿拉讲 Shabbat 的功能是停来，咱来要看卖啊，伊是咧对付，哇，开始造出来了，对付人性的什么？迄个贪心，那个人，咱先天会那个无止境的累积，咱的主管对不？是不是？那个停这个概念的是要互你对付咱心内迄个贪，迄个贪，咱人若无停落来，哈多讲过，咱会一直去做咱所介意的代志，会一直累积下去，所以安息日提醒人，大家停止迄个无止境的累积。你若无停落来，各位兄弟。你若无停落来，你无法度甲上帝相拄，你无法度甲上帝相拄，你嘛无法度甲家己相拄，你会迷失掉。你无法度甲家己相拄，甚至你嘛无法度甲你厝邻的人相拄。这是安息日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我讲真可惜，咱甲安息日翻译成安息日，其实英文的圣经不会翻成 rest 什么会，他们直接翻成就没有翻，他用音译，他就 Shabbat， 它是 Shabbat， 就是安息日，伊就是其实没有翻，没有无翻艺术较好，你有较侪想象空间。不过咱即摆甲翻这安息日，我说过不能算错，因为它本来就有休息的意思，而且你若叫新民记。新民记的解说是比较偏向休息，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煞叫无去，就遗失掉了，很可惜。其实是停，停才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为什么会发现安息日是停？那是因为我读到安息年的概念。犹太人不只是守安息日。圣经个记载应该修安息年，安息年，咱即马讲的 sabbatical， 安息年，就是讲第7年，第7当就成为安息年。那个安息年的365天，每一天都是什么？每一天拢是安息日。哇，这下代志大条啊！叫你停一天，你就一定是可怜啊，对不？叫你停啊啦，一整年呢，等于讲是安息日所规定的代志，迄规当安息年拢袂使做，而且嘛袂使种田，土地袂使种田，遐个精师遐个奴仆拢放伊休困，拢袂使做代志，一整年。每一天都是什么？拢是安息日。可这好，你想看卖啊？你思考一下哈。那在那一年里面，士农工商谁受不了？士农工商谁受不了？谁最受不了？谁会撞墙自杀？哪一个啦？农哦，农为什么会说？他们会也当假对田内面土地自然生长的食物或是会当食前一当留落来准备的来士农工商哪一个受不了啦？是哦，应该是生意人受不了啦，商会受不了。为什么？你一当无做生意不只是一当无赚，各位兄弟，你一当无做生意，你的上游跟下游都怎么样？拢无去啊，拢向手了了去啊。是不是？迄对迄个商人影响至大，
吼，我是对迄安息年这个概念来思考安息日。吼，安息日的重点毋是休困，各位兄弟，安息日的重点是停，是停下来。吼，系啊，我讲过了，各位兄弟，就是讲基督教为犹太教出来，迄个安息日无去变做啥物货？变做主日嘛，对无？吼，基督徒7天得1天恁上无闲。每一工拢做无闲，若做认真的基督徒吼，主日上无闲对无？吼，礼拜天更忙吼。安尼敢有停？无呢，无停呢。吼，所以其实你在守主日，其实毋是安息的概念，吼，不是安息的概念，吼，就是讲基督教为犹太教出来了后，迄个安息的概念去无去，好，那个停的概念不见了。然后很可惜，至少刚出来的天主教，1500多年，天主教有很多的操练，比如说 meditation， 那静默，静默也是一种停啊。好，静默的操练也是一种停。不过这个物件到新教，16世纪的新教，嘛安那，无传过来吼。那个咱的新教16世纪改革宗教改革了的新教，较先，较挖资本主义合作会吼，每天不断的什么勤奋工作探级吼，新教是较挖资本的概念吼，所以迄个静默吼，总停落来，啥物代志拢无做嘛，毋是祈祷吼，静默伫你上帝面头前，迄种的操练嘛无去吼，所以基督教其实完全无为圣经内面去传承迄个安息的概念，就是讲迄个停的概念，那个停的概念，我们不会自动停下来。所以基督徒其实咱爱练习，要操练那个停，咱无一定用1天的时间来停，咱有当时啊，做到一个程度，咱家己要有一个停下来的空间的时间。会当我讲，会当甲上帝相拄，甲家己相拄，甲家己的亲人相拄的一个时间。吼，上帝说要尊他为圣。吼，看下这上帝创造内面，伊无讲什么物件，什么动物是圣，无是圣，无。伊甚至无讲人是圣的。伫上帝的创造内面，伊敢若讲迄天迄个时间。是圣的，分别出来为圣，只有 Shabbat 是分别出来为圣。上帝把迄个停的概念看作最重要。我们可能也要学习什么叫做停，牧师也要停，对不对？对，我们都要学习，什么时候自己喊停一下。无停，无法度欣赏；无停，无法度思考；无停，无法度反省；无停，咱家己会真做上帝。咱同心来祈祷。